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語焦點，我係阿靚。窮鬼超市做窮鬼咖啡真係絕配啦！咖啡賽道嘅價格戰係越燒越旺啦。曾幾何時，邊個諗到標價40蚊一杯嘅咖啡能被捲到10蚊以下？而且飲咖啡呢種本係小資生活嘅標籤，而家早已成為大眾再尋常不過嘅選擇。從40蚊到20蚊。再到9.9蚊、3.9蚊、2.9蚊。2025年嘅外賣大戰，部分門店疊加優惠券，甚至可以1.9蚊一杯送貨到屋。咖啡賽道正被一波接一波嘅價格屠夫重新定義，真係風水輪流轉，車厘子自由實現唔到，但係咖啡自由可以妥妥實現啦。最近咖啡賽道又迎來咗一位新嘅玩家。賣3.9蚊一杯嘅咖啡，比瑞幸嘅9.9蚊仲要浪。而喺呢場捲得飛起嘅競爭環境下，星巴克以前最引以為傲嘅品牌溢價，正一日比一日抗唔住挑戰。呢個悄悄推動咗佢引入本土資本、調整戰略嘅腳步。魔都咖啡市場嘅價格又刷新底線啦。就喺瑞幸持續收縮9.9蚊嘅產品範圍嘅情況下，折扣零售巨頭好特賣，用店中店嘅模式將研磨咖啡飆到每杯3.9蚊，其他咖啡口味就一律6.9蚊，甚至喺某點評上嘅團購價仲能平。最絕嘅係用嘅仲係 IIAC 金獎咖啡豆，配嘅係價值10蚊左右一樽嘅熱酸活牛奶。雖然唔係咩高檔原料，但都係正正經經嘅原料。消費者唔使擔心飲到咩來路唔明嘅科技粉末。不得不講，而家嘅咖啡內卷已經到咗令人 O 晒嘴嘅地步。就喺10月嘅時候，奶茶品牌古茗宣布開啟為期2週嘅全場咖啡2.9蚊活動，搶到優惠券嘅消費者可以購買到2.9蚊一杯嘅研磨咖啡。而上海泰卷咖啡更係將一杯研磨美式嘅線下價格直接打到3.9蚊，唔使券亦都唔使疊加優惠。從古茗2.9蚊、泰卷咖啡3.9蚊嘅研磨特惠，到京東7仙咖啡4蚊外賣價，再到米線店、涼皮店用免費咖啡引流。而家咖啡定價邏輯早已突破傳統餐飲邊界。佢唔再係星巴克嘅第三空間溢價品，而係淪為比礦泉水仲平嘅流量工具。從以前嚟睇，大家都以為9.9蚊嘅咖啡已經好低啦，但而家9.9蚊早唔係地板價，反而成咗行業標杆。呢波價格戰將消費者嘅心理價位徹底打穿，比9.9蚊貴嘅要有貴嘅理由，比9.9蚊平嘅亦都唔可以品質太差。而喺呢場價格戰中，最頭赤嘅莫過於星巴克啦。以前30蚊、40蚊一杯嘅美式，令星巴克美滋滋揾咗咖啡王者嘅寶座。而家消費者轉頭喺隔籬就可以買到半價甚至更平嘅同類產品。而家嘅星巴克確實已腹背受敵，上有 Amsterdam、Metro、Seashore Coffee 呢類精品咖啡蠶食中產群體。下有瑞幸、富迪、幸運咖啡們搶佔低價市場。過去幾年，瑞幸突破2萬間，富迪突破1萬間。曾對標星巴克嘅精品咖啡品牌 Metro， 到咗2025年3月，其全國門店數亦都超過2000家。可以話，曾經星巴克靠第三空間同埋品牌調盛促起嘅高溢價護城河，正俾低價浪潮一啲啲衝垮。呢種正逼生存線嘅競爭壓力，亦都令曾經嘅咖啡界頂流唔得唔低頭。光靠品牌光環撐場面唔夠啦，要換個玩法。於是引入本土資本，調整運營策略，成咗佢對應市場巨變嘅必然選擇。喺11月4日，星巴克中國同埋博裕資本嘅併購合作正式官宣。雙方成立合資企業，共同運營星巴克喺中國市場嘅零售業務。博裕資本持股至多60%或控股權，星巴克保留40%股權同埋品牌。
配方等核心 IP 所有權。消息一出，星巴克中國易煮嘅詞條就立刻衝上咗微博熱搜。財大氣粗嘅博裕喺5月份啱使咗8億攞低北京嘅 SKP 商場，呢次再投24億，顯然係要複製外資品牌加本土資本嘅麥當勞模式，將星巴克變成中國咖啡界嘅肯德基。呢個明顯對晒星巴克嘅胃口。星巴克喺過去1年一直對外釋放出賣方主導嘅態度。星巴克中國揾嘅合作方唔只係個能諗錢嘅金主，更係想要個懂行又識打嘅操盤手，既要摸透中國消費者嘅脾氣，仲能帶住業務往上衝。而呢個投資過蜜雪冰城、華人飲料嘅博裕，對中國人嘅口味、消費習慣摸清晒。當星巴克嘅第三空間大店模式難以有效下沉到更廣闊嘅底線市場，博裕或者能用更靈活嘅成本結構、更優嘅門店模型幫星巴克打開新嘅市場。星巴克咖啡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魏瑞安亦都表示，博裕喺本土市場嘅經驗同埋專長將有力加速星巴克喺中國市場，特別係中小城市同埋新興區域嘅拓展。只不過2萬家門店唔輕鬆，如果擴張太猛，導致品控翻車，星巴克多年嘅招牌可能衰喺自己嘅手上。如果本土化唔夠，年輕人亦都照樣唔會買單。喺追求效率同埋規模嘅同時，點樣保持品牌嘅獨特調性，成為擺喺雙方面前嘅一道難題。不過喺當下中國嘅咖啡紅海競爭入邊，星巴克亦都算係終於認清現實，死守高端定位就好似抱住金飯碗要飯。與其話呢場係賣身交易，不如話係星巴克主動抌低包袱，佢唔再執着於做咖啡嘅貴族，而係要學蜜雪冰城搞加盟下沉戰，抄瑞幸嘅爆品作業。可唔可以保留第三空間靈魂嘅同時，學識用性比價同年輕人對話，用加盟模式將門店開入縣城胡同，呢個先係決定佢可唔可以翻身嘅生死局。人嘅悲喜並唔相通，呢個道理放喺咖啡行業亦都一樣。呢場由巨頭主導嘅咖啡價格戰睇似熱熱鬧鬧，實際喺鎂光燈下都係一大批中細咖啡店喺呢場絞殺中淪為炮灰。喺6月5日，重慶市咖啡行業協會發佈咗一份倡議書，呼籲停止內卷式嘅競爭。呢份倡議書指出，全國連鎖咖啡品牌享受平台補貼傾斜同埋規模效應帶來嘅成本優勢，導致本地獨立咖啡品牌嘅市場份額受到嚴重壓縮。長沙初代網紅咖啡或輸易燒仙草千萬級投資嘅 DOC 當克咖啡就未能喺價格戰下逃過一劫，舊年開始大規模收水，並且仲深陷加盟店嘅糾紛。喺社交平台上，有加盟商投訴投資 DOC 當克咖啡蝕咗70幾萬，開業1年幾唔單止冇賺錢，反而倒貼錢。創始人胡歡喜曾表示，以前門店定價30蚊均杯嘅時候，咖啡豆、奶源、配料都係用最好嘅，依然可以賺唔少。但而家大街細巷嘅9蚊9、8蚊8，降價到均杯15蚊，價格上亦都毫無優勢。位於浙江紹興魯迅故居旁嘅 Fika 加筆直咖啡，亦都未能躲過價格戰嘅絞殺。其作為古城內較早開業嘅精品咖啡店，今年亦都悄然歇業。主理人黑子透露，獨立精品咖啡店冇連鎖品牌嘅規模化生產、數字化經營優勢，綜合成本高，線下一杯咖啡單價至少30蚊，好難應對品牌咖啡嘅低價競爭。喺呢場價格戰中，巨頭們都手握同一張底牌——供應鏈。瑞幸咖啡通過持續加碼上游產業鏈佈局，蛻變為擁有全產業鏈掌控能力嘅咖啡產業集團。隨住廈門產業園嘅建成，呢座5.5萬噸年產能嘅烘焙工廠，將同昆山、平南、青島基地構成產能15.5萬噸嘅中國最大咖啡烘焙網絡。
富迪咖啡就喺安徽省當塗縣同埋武庫中堡區建立咗全球供應鏈基地，基地覆蓋咖啡烘焙、食品原料生產同埋包裝材料等咖啡產業。通過全自動生產設備，能夠滿足全球門店供應嘅需求。喺5月，富迪更係宣布咗其2期烘焙項目正式投產。呢座咖啡烘焙工廠可年處理生豆能力7.5萬噸，支撐門店單日銷量1000萬杯。可以話呢啲佈局令頭部品牌喺價格戰中游刃有餘。反觀缺乏供應鏈能力嘅品牌，只能喺9.9定價等於虧損嘅死循環中掙扎。長遠嚟睇，價格戰唔係一種可持續嘅發展模式。中細咖啡品牌想要喺呢個炮灰中生存落嚟，質價比或者係咖啡市場破局嘅關鍵。消費者會因為低價嘅咖啡嚟，亦都會因為唔好飲而遠離，但係佢哋更會因為一杯品質嘅咖啡而停留。咖啡市場嘅終極競爭，從嚟都唔係價格同埋規模嘅零和博弈，而係供應鏈效率同埋價值創造能力嘅較量。當巨頭們終於意識到燒錢換市場嘅飲鴆止渴，當中細品牌學識細分賽道結構嘅壁壘，呢場瘋狂嘅價格戰先可以真正迎來轉折。畢竟用一杯好嘅咖啡留住消費者嘅胃，遠比補貼閂住佢哋嘅手更有意義。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感謝大家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嘅節目，請訂閱支持，多謝。我哋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